我现在在办事儿呢，不方便接电话给你。你到底在干嘛呀？我碰到了一个服务员，他好像也不是这儿的员工，我现在心里特别的古怪。你在干嘛？啊，我是新来的服务员，我好像有点迷路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哦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应该是这边。李沃，林沃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大概这么高？没有。高山，高山，高山！高山！高山，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可能是刚才砸门的时候不小心滑到的，没事。走，赶紧去处理伤哎，口。不用了。赶紧去包扎。那这个人怎么办呀？一看他就有问题。先不管他，我打电话给苏源，他会来处理的。就在那边。林沃，你没事吧？就没有人关心一下我有没有事儿吗？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总是最倒霉的？